1999，你好，我想让当欢喜老你父母。小姐，我屋下超強嘅路燈快啲咧，按部頭讓唔到路呢。歹勢，雖然人講人無事事好，人無รา面，還係愛夾夾反應。好，你等隨時老你反應，先生，你想想？我想做。張先生你好，請問一下，你嘅住所在哪位？在上學嘅到落學嘅交叉路口。請問係日暫停，還係要當多站都唔會錯？日暫停。好，讓你登記起來。日暫，請問有讓到該路燈該編號嗎？我讓一下。好。等個寫嘅編號係12345。12345，請問路燈係 LED， 還係長旺港嘅天火柱呢？ LED 燈。好，冇問題。張先生，方便留下你嘅聯絡電話嗎？我嘅電話係0123 0123 456 789 456 789。老張先生核對一下，你反映嘅上學嘅到落學嘅路口有一盞 LED 嘅路燈快貼，路燈編號係12345。張先生嘅聯絡電話係0123 456 789。冇唔錯。請問係賬號愛發簡訊留你回覆嗎？唔是特別回覆，是問你。提醒你，我哋會將你嘅聯絡電話本相關單位嘅人，那係有特別情形會留你聯絡，你需要你按鍵編號嗎？好，麻煩你。張先生，我麻煩你記一下，按鍵編號係 B12345 6。B12345 6。請問還有其他嘅實際業務做得留你服務嗎？冇咧，小姐，麻煩你。是夢兒，祝福你有順心嘅一年。